嗱，一隻咧製作認真嘅發燒級純拖板啦，你睇落去好似好簡單，純拖板一塊嘅啫。其實實際上咧，其實佢背後嗰種嘅物理結構嘅運作咧，其實一啲都唔簡單嘅。咁啊，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咧，其實分享咧一隻咧嚟自日本嘅 Audio Weepers 一隻型號為 SAA6S2Z Mark II 嘅 RUT 版本嘅呢一隻純拖板啦。咁其實我一邊咧，我想介紹咧，喂佢有啲咩特別嘅設計。嗱，另一邊咧，想同大家咧分享翻咧，到底純拖板有啲乜嘢嘅魅力啊，係可以吸引到我哋一眾嘅師兄咧，肯花錢去購買嘅。嗱，其實咧我自己都承認，其實包括我自己咧，其實都係咧純拖板嘅粉絲嚟嘅。我哋而家馬上去等陣先。咁啊，為咗咧，其實想提高咧每一集咧同大家嘅一啲互動啊，咁其實咧由今集開始啦，咁喺片尾啦，咁我就會咧有一個短短嘅一個回應環節，咁我就會揀選翻咧上一兩集嘅一啲網友嘅留言啦，咁由我去回應翻咁樣嘅，咁啊希望大家中意呢一個環節啦，記得睇到最後。我哋而家馬上去片。日本咧 Audio Weepers 呢一間廠咧，其實係一間咧歷史非常悠久啊，都係專門出好多咧調音配件嘅廠家，而純拖板咧亦都係佢哋咧另一樣咧主打嘅產品嘅，而其中咧，我對咧佢呢一隻中價位嘅 SAA 系列嘅純拖板其實就特別有感情嘅。嗱，其實實不相瞞啦，咁我人生中啦嚇第一隻真係自己用錢買嘅純拖板咧，其實就係佢呢一隻 SAA 系列喺廿幾30年前出嘅啦嘅第一代嘅產品嘅。嗱，點解當年我會入手咧佢呢一隻拖板咧？其實主要咧我係特別咧中意佢呢一個長條型嘅設計啦，其實就非常之適合咧香港嘅狹窄環境下使用㗎。先同大家啦講一講啦，呢一隻 RUT 版本嘅拖板有啲乜嘢設計特點先啦。嗱，首先咧，我諗好多師兄咧中意用純拖板嘅原因咧，主要都係中意追求聲音要直接啦，原汁原味啦，同埋冇陰染啦等等呢啲要求。嗱，要做到呢啲咁嘅要求咧，其實其中一個最重要嘅條件係咩咧？就係唔可以有任何嘅電子零件喺裏邊，例如我哋常用嘅電容啊、電阻啊、電感啊等等啦。咁其實呢啲因為佢本身係電子零件，佢本身有自己嘅聲音特性喺裏邊，佢就會影響純拖板呢一種追求要聲音直接啊、原汁原味呢一種嘅初衷嘅。咁其實純拖板咧，其實主要係要靠佢本身嘅一個物理嘅結構特性咧嚟到校聲。而呢一隻 RUT 嘅純拖板咧為例啦嚇，咁佢嘅外殼其實就係一個咧最重要嘅校聲部分啦。嗱，佢嘅外殼咧係採用咧一整片嘅航天級嘅鋁合金啦，再經過咧 CNC 嘅一個無縫嘅挖空處理嘅。而佢呢一個 CNC 嘅挖空處理咧，唔係話普通喂我挖一個窿俾你裝晒啲插咗落去咁簡單嘅。嗱，你會見到咧佢嘅編排咧係非常之有心思嘅。嗱，每一個插座咧都會安排有一個咧獨立嘅過室去擺放啦。而呢一個嘅CNC 嘅安排咧，咁啊除咗係可以咧防止咧插座與插座之間嘅互相干擾之外咧，咁啊由於挖空芯係一個無縫嘅形態咧，其實咁樣嘅安排係可以咧提高咧外殼嘅表面剛性啦，有效咁抑制咧諧震對聲音嗰種嘅影響嘅。咁啊除此之外啦，咁啊佢仲可以咧提高咧呢一個拖板嘅重量啦，就唔會話因為個拖板有時長條型啲拖板太輕咧，導致咧我插多2條電線落去個拖板就好易反艇啊。對於咧如何處理雜訊方面啊，咁啊既然純拖板你又話我唔俾你用電子零件，唔俾你用牛咁樣啦，咁到底純拖板係點樣去處理 AC 電源裏邊嘅雜訊呢？咁樣嗱，呢一款咧 RUT 系列嘅呢款拖板咧裏邊咧，其實就裝置咗咧 Audio Weepers 咧獨家開發嘅一種叫做雜訊誘導技術喺裏邊嘅。嗱，呢一款技術嚟講啦，簡單啲嚟講啦，其實就係通過咧嘅拖板嘅外殼內部咧一啲金屬嘅坑槽，而呢一啲坑槽嘅表面其實就塗上咗一啲特別嘅物料啊。咁當 AC 電流咧流過呢一條好長嘅坑槽嘅話咧，呢一種嘅技術咧就有效咧就將 AC 電流嘅裏邊嘅內部雜訊咧轉化成熱能傳到落去個機殼嗰度，有效咁向外散走嘅。咁啊經過咧專業儀器嘅測試證明咧，嗱呢一種嘅雜訊誘導技術咧，其實係有效咧大幅度咁樣咧抑制到咧 AC 電流裏邊一啲高頻雜訊進入到器材裏邊，而且咧拖板內部係冇任何嘅電子零件啦，咁啊唔會對聲音咧產生任何嘅污染，亦唔會咧抑壓到咧電流裏邊嘅動態嘅。咁啊另外啦，咁作為發燒友啦，買拖板買電柱翻嚟，其實都好關注就究竟廠方係用啲咩插座啊咁樣。嗱，咁啊呢一隻 RUT 版本
本嘅拖板咧，其實佢已經係用上咗咧 Audio Weepers 廠裏邊咧最頂級嘅一隻插座，一個型號就係 RWC 2RU 嘅呢一隻插座啦。而呢一隻嘅插座咧，其實單買一隻講緊都成2000幾蚊嘅。咁呢一隻插座啦，咁除咗成隻都喺原廠做咗冷凍處理之外啦，而佢最特別嘅地方其實咧，廠方咧就喺佢嘅接觸嘅表面上面咧鍍上咗一隻咧非常之稀有嘅金屬咧，就叫做 Euphadium，中文名咧就係鳥字，金字邊做個鳥字。嗱，平時咧我哋嘅插座咧，其實好多廠家都中意係通常都係鍍金啊、鍍銀啊、鍍鋁啊等等呢一類嘅金屬物料啦。而 Audio Weepers 咧可以話係目前咧世界上咧唯一一間廠家咧係利用咧鳥，即係 Euphadium 呢一隻物料咧嚟做插座嘅表面處理嘅。而鳥呢一種金屬元素啦，咁由於佢嘅硬度非常之高啦，相對嚟講咧其實就冇咁容易話喂，好似我哋插到蝕晒啊、甩晒電導啊等等呢一個問題。而另外咧，佢喺音色方面咧，其實鳥金屬嚟講咧，佢有一種咧好似金嗰種嘅豐潤華麗啦，而且亦有咧鍍鋁嗰種嘅密度啦，同埋高分析力呢一種嘅特性啦，咁可以話係咧集呢兩隻物料嘅優點於一身咁樣嘅。而佢咧唯一嘅一個缺點係啲咩咧？價格非常之昂貴，而且咧加工係非常之困難，咁啊需要咧一啲專門有呢一種加工設備嘅廠家咧係先至可以加工到嘅。咁當然啦，呢兩個問題咁梗係交俾廠家去解決啦。咁我哋做嘅嘢聽歌就得啦 ，enjoy music 嘛，係咪？當整個拖板咧裝嵌咗之後咧，其實廠方咧更加係咧幫我哋做咗一個咧好多我哋 DIY 友好想做，但係又好難去做到嘅動作係啲咩呢？就係咧將成隻拖板咧拎去做冷凍嘅處理。由於佢哋原廠咧其實已經係有做冷凍處理嘅一個設備啦，咁啊除咗係可以咧控制到品質之外咧，其實成本亦都係會大大咁降低嘅。咁啊成隻拖板啊做咗冷凍處理有啲咩好處啊？咁樣其實通過咧冷凍處理啦，佢會令到咧金屬嘅分子結構係會重新排列均勻啦，咁啊令到咧電流嘅流通咧更加暢順啦，咁啊降低阻抗啦，咁啊提高嘅導電率咁樣嘅。而外殼嘅分子結構由於佢排列均勻之後咧，咁佢更加係有效係可以阻隔到咧嚟自外界嘅一啲電磁波干擾咧嘅入侵嘅。嗱，純拖板嘅魅力所在咧，嗱我覺得咧就好似咧玩緊一隻咧高級嘅瑞士純機械手錶一樣。嗱，佢亦都係放棄咧傳統嘅電子線路啦，咁啊利用咧純物理嘅設計，透過唔同大細嘅齒輪啊、游絲啊等等嘅運作咧，達到精準嘅計時。嗱，而純拖板都係一樣嘅，咁佢係純利用一個物理嘅結構特性啊嚟到處理電源，咁啊令到咧成件事其實係更加直接啦。咁由於咧佢又冇利用嘅一啲電子零件啊等等啊，咁啊令到你咧係更加可以感受到咧你而家用緊嘅器材到底原有嗰種嘅聲音係啲乜嘢音色啦。咁呢樣嘢咧其實正正咧就係純拖板嗰種嘅魅力嘅地方喺度。嗱，呢一隻咧 RUT 版本呢一隻拖板啦，嗱雖然佢嘅售價 around 萬鬆啲蚊左緊啦嚇港幣啦嚇，咁其實咧但係我可以話係咧 Audio Weepers 嘅拖板系列裏邊咧最高性價比嘅一件產品嘅。嗱，唔信我逐個部分同你計一計啦。嗱，咁啊首先啦，嗱咁啊拖板啦用咗3隻嘅頂級嘅 RWC 嘅插蘇啦嚇，咁啊2000零蚊咁樣3隻咁啊6000零蚊啦，就當你6500蚊啦嚇。好啊，咁啊另外個外殼啦，日本精密加工 CNC 嘅外殼，再加埋內置呢個集訊有道技術呢一個組件啦，講緊4500蚊走唔甩嘅。咁啊另外咁啊最後個經過日本嘅熟練嘅師傅裝嵌啦，咁啊人工8嚿水都走唔甩啦嚇。咁啊另外啦做冷凍嘅費用啦，咁我記得啦10幾年前我自己都 DIY 過一隻拖板寄去台灣做冷凍，喺當時嚟講啦來回運費講緊1500蚊走唔甩嘅。咁啊另外啦，咁喺我哋陳列室購買呢一隻拖板啦，咁我哋仲會附送埋價值1000蚊嘅呢一個 Telos 嘅 QBT 量子煲拖板服務嘅。另外咁，如果你住喺英國嘅發燒友朋友啦，咁如果你透過我哋網店購買呢一隻嘅拖板啊，其實我哋仲會送埋咧由香港直接寄去英國嘅郵費，同埋英國嘅一啲入口關稅啊、VAT 等等嘅雜費都會一併包埋，直接送到去你英國嘅屋企嘅。咁所以咧逐件嚟計，加埋一啲附加嘅增值服務啊等等啦，其實係遠遠超過佢呢一個定價。咁所以咧點解我話呢一隻 RUT 拖板咧性價比係最高嘅一件產品咧，其實就係呢一個原因啦。好啦，咁啊輕鬆啲啦，咁啊嚟到今集啦，咁啊我哋呢一個嘅答問環節，咁其實我都揀選咗一啲師兄啦，喺過去我哋地盒啊同埋 LAN 線嗰2集啦嘅一啲師兄嘅留言咁樣嘅。
咁啊，首先咧 Louis249師兄啦，咁啊有講就話我哋啲片嘅質素越嚟越好啊，咁樣咁啊，真係非常之多謝你嘅支持先。即係如果冇你哋嘅支持咧，即係我哋都冇呢一個嘅動力咧，係去製作更加多嘅片嘅。咁同埋咧，我自己就中意咧快而精，唔中意拖泥帶水咁樣。咁所以咧，其實我每條片我盡量都會控制喺咧10分鐘以下咁樣。咁啊，阿 Louis 兄咧就再講就係話我哋個空氣錄音啦，同其他 lens 線嘅比較，其實真係好大分別啦。咁等等啦咁樣。咁係咁係Acoustic Rewind 呢間廠咧，佢除咗生產產品之外咧，咁佢另外有一個業務咧，就係做一啲協助一啲錄音室咧，係做一啲顧問啦，同埋幫佢哋做一啲 set up 嘅工作啦。其實佢哋都有做咁樣嘅，咁所以咧佢哋可以話係一個非常之專業嘅一個錄音嘅一間公司嚟嘅，做錄音嘅一間公司。咁所以咧佢哋錄出嚟嘅效果咧係一定比我哋咧用手機咧去家訪錄效果一定係高好多咁樣嘅。所以咧我係中意咧引用佢哋嘅一啲 YouTube 片咧嚟到做介紹咁樣嘅。咁啊最後就話條 lens 線有啲貴咁啊。價錢嗰度咧嗱，如果你純粹用一個 lens 線嘅價錢咧，你以1米7000零蚊嚟講係有啲貴。但係如果以一個旗艦級嘅價錢嚟到考量咧，真係平嘅其實，因為咧，如果你話睇其他品牌嘅一啲旗艦嘅 lens 線咧，有啲下動不動去到5-6萬蚊一條都有嘅。咁但係咧，如果佢呢條嘅質素咧，你以1米嚟講，我聽過嘅質素咧，其實係可以去到真係其他廠牌一啲2-3萬嘅一啲 lens 線嘅級數嚟講咧，係差唔多。所以咁樣計翻咧，其實就係都係抵玩嘅。咁 anyway 真係非常之多謝你嘅留言啦。咁好啊，咁啊另一位師兄啊，樂燕旺師兄啊，咁啊都係非常之多謝你嘅留言啦。咁真係都係有你哋嘅支持，我哋先有動力去拍多啲片噶嘛，係咪？好啊，咁其實節奏流暢嗰方面咧，我喺將來嘅片，其實我都係追求呢一樣嘢嘅。咁我都係盡量咧係要揀而精嚟到出片嘅嚇。咁啊非常之多謝你。好啊，咁另外就話可唔可以去熟客屋企拜訪啊？尤其是一啲日本人屋企拜訪咁樣。真係啱啊！真係嗱講中晒俾你。咁我8月尾咧，其實我就去拜訪過一位住喺大阪嘅移日嘅香港人師兄啊。咁可能都知邊個啊？咁咧都有去屋企咧，同佢吹下水啦，同佢傾下一啲咧喺日本玩音響嘅心得。咁呢條片其實咧我剪緊嘅，咁啊就嚟係會出噶啦。咁啊記得留意啦。咁啊，最後一個留言啦，我想回應下咧，就係呢位Warren Chim 7344師兄啦嚇。咁啊，呢位師兄咧問個留言咧非常之有意思嘅。其實我係不如喺呢一度咧直接同大家回應一下咧。咁就係呢位師兄就問啦話：喂，你好多師兄講話，喂，被動式地盒我插有無源喇叭嘅負極。好好用冇問題，喂，咁但係如果我用有源喇叭，我應該點插啊？可唔可以用架咁樣？嗱，其實咧係被動式地盒咧係可以咧插喺有源嘅喇叭嘅啦。點解咁講咧？其實有源喇叭本身嚟講，你可以幻想其實佢係一對 mono board 嚟嘅。咁 mono board 既然 mono board 都可以玩得地盒嘅，咁點解有源喇叭唔可以玩到咧？咁其實我哋就係建議插翻咧有源喇叭嘅一啲背面嘅一啲金屬嘅部分。嗱，有源喇叭咧大部分其實背面都有好多金屬嘅散熱片啊。咁其實如果你用地盒嚟講啦嚇，我就比較 recommend 你咧係插喺咧金屬嗰個面板嘅螺絲嘅位置，咁咧我就發現咧，其實個效果亦都係好明顯嘅。咁Warren Chim 師兄，你如果有興趣咧，係可以咧真係試一試嚟咁樣插咧。好啊，咁其實今日嘅回應係咁多啦，咁非常之多謝各位師兄嘅一啲踴躍嘅 comment 啊回應啦。咁我哋下一集咧，我亦都係會抽選翻咧今集嘅師兄嘅一啲嘅回應咧，我下一集咧就嚟作出咧分享回答嘅。咁我哋下一集再見，拜拜。